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6月1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箴言第7章第1節到第4節，以弗所書第4章第7節到16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上款的呼召。基督徒必须爱听上帝的命令诫命，必须爱努力来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因为咱是受呼召来跟对上帝。若无明白上帝的旨意，安尼就无法度来跟对伊的脚步。所罗门王的这个箴言第7章第1節到第4節。安尼来提醒，伊讲我的囝，着遵守我的话，心内藏我的命令，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会得到性命。遵守我的教示，亲像在保护目睭人，着绑伫你的枕头啊，刻伫你的心内，着对非讲你是我的姊妹，着叫聪明做你的亲人。基督徒需要时时刻刻来被提醒，要遵守上帝的教导，爱接受，更较爱将这个命令刻掉伫这个心放顶悬。安尼的生活才会通伫倚靠上帝的话语来抵挡这个攻击以及诱惑。就亲像主祷文所讲的，无叫阮拄着试探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耶稣基督家己就为着咱来藏这个模样，伫拄着试探的时阵呢，伊就用上帝的话语来抵挡，来避免诱惑。基督徒受呼召的同时阵，也领受着上帝的恩赐来服侍上帝。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赐拢无相同，借着无同的恩赐，咱会当伫教会内底同心来服侍上帝。保罗教导咱伊甲咱讲虽然咱领受无同款的恩赐，无同款的服侍，但是同款对一个圣神，为着是要来军队同一个呼召来服侍上帝。这目的就是要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躯，就是教会。保罗甲以弗所教会的所写的批信，以弗所书第4章第7節到16節，安尼讲着。咱逐个人拢照着基督所赐的分量，领受着恩赐。照圣经所讲，伊升权到上权位的时，带一大堆首领甲伊去赐恩赐互人。伊升权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就是伊嘛捌降落伫地上上深的所在，安尼。降落迄位就是甲升权到正天顶面来充满万有，迄一位是同一位。伊所赏赐互有使徒、有先知、有传福音的、有牧养的、有教导的。伊安尼做是要装备上帝的子民，通做侍奉的工作，来建立基督的体。最后，咱拢通对上帝的囝有一致的信仰甲认识，来长大成人，达到基督完全的程度。安尼，咱就无搁做囡仔，互欺骗的变出来有错误的学说，得拖底行，飘来飘去。咱反倒当着用挺心讲真实。伫各方面用做头的基督做目标来成长，对于身体的各筋节互相连结，三之时，逐个机体发挥应该有的功能，
互规个身躯中台有用疼来建立起来。第三同款的呼召下面，基督徒就爱顺探上帝的教导，就爱不断的忠进，倚靠主，伫彼此连结的中间，做伙来发挥功能。互基督的身体就是迄个教会，会当渐渐来中台，来被建立起来。诗篇124篇，以色列讲：若毋是上主为着咱，若毋是上主为着咱，人起来攻击咱，对咱发出受气的时，早就甲咱吞落去啊！大水早就甲咱冲走，大涌早就毋捌咱，凶狂的水早就甲咱淹死。咱着称赞上主，因为伊无将咱交互对敌疼者落目。咱的性命亲像鸟脱离掠鸟的人的落网，落网破离，咱就得到逃脱。咱得到帮赞，是靠上主的名，伊是天地的创造主。感谢上帝赏赐阮恩典，好定阮，互阮领受着属天的恩赐，领受着你的呼召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